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醫生咧出席電台節目嘅時候咧，就提到話醫管局咧想做一啲改革啦，關於薪酬方面啦，想俾員工好啲嘅待遇，引入呢個優勞多得嘅概念，參考內地一啲領頭人啊、十大學者嘅呢一啲概念啦。佢仲話即係問過一啲同事啦嚇，會唔會話提出到一啲我做呢個手術叻啲嘅，應該有一個領頭人啊，或者呢個主管嘅角色去做啦。咁呢樣嘢聽落咧都幾有趣嘅。咁首先最想講嘅就係做前線咧，技術好同做管理層咧，照計應該係兩件事嚟噶嘛。咁點樣去分配咧？定還是呢個純粹就係口快快講咗出嚟，但係其實真係做嘅時候係會再深思熟慮一啲嘅咧？希望係咁嘅樣啦嚇。咁但係如果要引入呢啲領頭人嘅概念咧，我就覺得都幾有趣嘅，因為我有聽到呢一單新聞咧，我有幾樣嘢諗到啦。第一就係似乎俾意見嘅人咧，一係就上咗岸，一係咧就真係唔憂柴唔憂米嘅。簡單啲嚟講咧，係有少少離地嘅。咁如果管理層做一啲政策決定嘅時候咧，全部都係同一啲即係最高層啊嘅人去傾嘅話咧，咁似乎做一個政策你要成個醫管局跟住改嘅話咧，係有少少唔夠貼地啦。咁呢一個希望佢哋可以真正落實一啲政策嘅時候咧，係能夠確切地明白體會到前線工作人員嘅一啲面對緊嘅問題咁嘅樣啦吓。第二樣嘢想講嘅咧，就係領頭人呢一個諗法咧，又係好有趣嘅。你諗翻而家嗰個制度，雖然我唔喺醫管局入邊工作啫，但係你會知道其實唔係冇領頭人噶嘛。不嬲每個科每個病房都會有個大佬響樹噶啦。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如果我哋即係某一個人佢嗰個技術可能好啲或者多啲病人，就再多一個領頭人嘅一個概念，咁同而家嗰個管理嗰個架構咧，會唔會有一啲角色重複嘅問題咧？咁如果唔重複嘅話，就純粹多咗個銜頭嘅話，咁個意義又喺邊咧？係咪真係可以提升到效率咧？可能目的唔係為咗提升效率嘅，因為本身呢一個訪問嘅時候咧，佢都係話其實係要留人才啊嘛。咁而有啲同事佢就話俾你聽，唔一定要加人工噶，要榮譽咁樣樣，咁都有好處嘅。因為大家知道政府財赤啊嘛，即係你冇錢使嘅時候，你就要諗其他錢以外嘅方式去留人啦，係咪先？第三點，如果呢一種領頭人嘅方式咧，除咗留人才之外，仲想做到一個令到公眾對於呢一個人物有信心的話咧，咁更有趣嘅位就嚟啦。因為呢一種認證嘅方案咧，有一個前提嘅，就係香港市民本身要對你醫管局或者對你間醫院有十足十嘅信心，對你政府有十足十嘅信心咧，你嘅認證咧先至有意義嘅。咁而家嗰個情況，我唔識評論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就算多咗個領頭人咁樣樣咧，就真係純粹多咗個銜頭咯。但係對成件事好似個幫助唔係好大。咁到底呢一刻，即係香港市民對於政府、對於醫管局嗰個信心，喺醫療方面啊，對於嗰個信心係有幾大嘅話咧？嗱，我就冇數據喺手啦。因為如果要講嘅話，我哋要有數據、要有證據啊嘛。咁可能要等啲人做完啲數據出嚟之後咧，我先夠膽講啦吓。第四想講一講嘅咧，就係如果呢一啲做法咧，會順便考慮埋整體醫療嘅一啲效益，咁我哋就要諗翻啦。其實呢個做法咧，其實幫唔到香港市民啲好多嘢嘅啫。點解咧？因為香港市民咧本身有唔少人咧，衰咩咧？衰太有自信。我哋好多人咧都會覺得自己去揾一啲資料翻嚟，或者姨媽姑姐俾嘅信息咧，係比起一個專業醫生或者專業醫護人員俾嘅意見咧，係更加可信同埋更加有效嘅。呢啲諗法，呢啲自信係真係唔知點樣嚟嘅。咁如果要解決呢一啲問題咧，即係呢啲係咩問題咧？就係你會導致有機會有啲自己引起嘅一啲醫療事故啦，令到一啲病情延遲治療、延醫啦吓。咁啊，搞到啲病痛就越嚟越難搞嘅話咧，整體社會嘅醫療負擔係越嚟越大噶嘛，所以呢個問題都係要解決嘅。不過呢一個方式又係解決唔到啦。如果嗰個關鍵係香港市民太過依賴自己去揾資訊的話咧，咁就算你嗰個領頭人或者你再多榮譽都好咧，
就真係又係咯，純粹多個名咯。咁香港市民 buy 唔 buy，或者會唔會揾呢啲人幫手咧，就另一件事啦。咁最後再講啦，就係真係最關鍵嗰一個問題啦，就係到底點樣先至可以留住一啲人才啊嘛？咁你諗翻，其實你同管理層講啊冇得講啦，咁可能就真係要榮譽啦，係咪？咁但係你要留住嘅人就唔單純係管理層啊嘛，前線嘅醫護人員嘅流失率先至係最高噶嘛。咁就算你話將嗰個流失率降低咗都好，你都係由9%變咗到7%啫。咁我唔知呢個算唔算好咗好多啦吓。咁但係似乎都仲要改善一下啦，因為你人手始終幾時都係唔夠噶嘛。如果你要一個人喺嗰個工作做得好，做得長時間，就算我唔同你講錢，唔同你講面，即係你要榮譽，即係要面啊嘛。最基本嗰樣嘢，最真實、最實際嗰樣嘢咧，就係我要有一個好嘅工作環境。一個好嘅工作環境包括咗啲乜嘢咧？可能係即係乾淨啦，支援充足啦。即係譬如之前疫情期間，你會唔會有充足嘅一啲保護衣物俾佢咁樣啦？咁同事之間嘅支援啦，會唔會有一啲培訓幫到同事去提升自己啦？請假呢啲嘢容唔容易啦？有冇其他一啲家庭支援啊等等咁樣啦？呢一啲咧，同埋成個整體工作環境嗰個氣氛咧，似乎先至係對於一個人能唔能夠留喺一個工作環境時間夠長嘅一啲，至少我認為呢啲先係重點啦。咁但係呢啲相關嘅措施咧，其實又唔係冇嘅，即係早多2年，其實你都見到，醫管局有做一啲貸款買樓嗰一啲計劃咧，其實都係做緊呢啲嘢嘅。不過如果講貸款買樓嘅話，我又覺得不如你起多幾個宿舍啦。即係你知香港人最大嗰個問題，其中一個就係住宿啊嘛。咁你會唔會有辦法可以俾到多啲人，即係多啲醫管局嘅員工係用到宿舍咧？咁我諗呢個都好大影響嘅。除咗錢同埋面之外，最真正嗰件事咧，就係個醫療環境，同埋喺個醫療環境入邊咧，到底佢哋能唔能夠得到滿足感？上網亦都見到有醫生提到咧，其實你到今時今日仲喺醫管局入邊做嘢嘅咧，有唔少嘅人咧，都真係唔係淨係同你講錢噶啦，即係錢嗰個可能就叫做一定唔會餓親吓，但係又唔會飽親嘅一個狀態啦。你加個少少啊，真係冇乜用；你加好多啊，真係有用嘅。所以可能其他環境嘅改善會覺得更加緊要一啲。成件事嚟講咧，我覺得即係如果真係叫整合翻嘅話，點樣可以令到可以留到人才之餘，整體醫療環境又有得改善咧？首先，如果你真係要做政策嘅話，可能你真係要強化翻前線最底層嘅一啲員工嘅一啲參與啦。咁你諗下，頭先即係佢話佢收到一啲意見係話，我做嗰個手術叻啲嘅，我係咪可以做多啲咧？或者我係咪可以有一個相應嘅名銜咧？咁好明顯就係一啲大佬級人馬先至會咁樣講噶啦。咁真正前線底層嘅一啲員工，即係最佔大多數嗰一啲咧，咁嗰啲嘅意見，嗰啲嘅流失率先至係最高嘅。佢哋嘅意見 suppose 係重要嘅，咁要強化翻嗰個前線嘅參與啦。咁然後就到底呢個醫學領頭人呢一啲咁樣嘅銜頭有冇用咧？我又覺得唔會冇用嘅，但係你可能要配合啲好啲嘅 PR， 同埋要解決翻真正嗰一個問題，就係香港市民對於你呢個機構信唔信任？如果對於你個機構唔信任嘅話，其實大家就會覺得純粹笠咗頂高帽咯。但係背後真正嗰個意義咧係唔知嘅。所以呢啲醫學領頭人嗰種到你真係實行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個透明度要高啲啦，嗰啲準則係要明確一啲啦。咁相關嘅一啲行政帶嚟嘅費用，我唔知會唔會比起加人工仲高啦吓。然後就係我提到嘅一個即係改善工作環境啦。我覺得呢個係重要嘅，即係當然宿舍嗰啲可能都係一個好吸引嘅因素嚟嘅。最後就係到底點樣可以改善整體醫療環境啊嘛？係咯，好多方案嘅，其實我覺得咁其中一樣嘢就係啱啱我都有提到嘅，除咗改善環境之餘咧，就係睇下有冇得令到嗰個環境可以多啲醫患嘅溝通可以改善一啲啦。翻工即係如果係唔係我哋啦吓，即係應該話我哋嘅醫護人員翻工咧，除咗對得最多同事之外咧，對得最多嘅就係病人啊嘛。咁有時同同事嘅相處係一個問題啦，同病人嘅相處咧都有機會有啲摩擦嘅。咁樣點樣可以令到醫患之間大家相處好啲咧？員工要培訓啦，市民嘅培訓咧其實係需要嘅，即係病人嘅培訓係需要嘅。咁呢個咧就好多時透過一啲普及教育。
整體大家嘅水平提高咧，咁樣我諗個工作環境都會改善一啲嘅。唔知咧，即係見到呢單新聞咧，好想講幾句。平時我哋好似冇乜場合去討論呢啲話題嘅，咁就我自己乘機講下啦。咁你睇緊嘅係六不治中醫 channel，我係小鬼醫師張以聰。咁有時候咧，我會講一啲唔直接同中醫相關嘅內容，但係都會同醫學相關啦，或者係同我自己一啲諗法，想同大家 share 一下嘅。有時我仲會簡單咁同大家分享一啲我嘅興趣咁嘅樣啦。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不治中醫 channel，記得分享、留言、訂閱、讚好我哋啦。好，拜拜。